今年一度日月潭万人游泳将开办，今年有1869队报名，22,606人参加，嘛创下上侪人纪录。真侪游水人到日月潭落水向前游，场面是真壮观。日月潭万人泳渡活动15早起正式开始。 人伫水上摆甲长岛路享受日月潭美丽风光，也挑战家己体力甲耐力。未少人也是为外县市组队来，透早就到日月潭，也有未少人每年拢参加，甲家己写纪录。我来这边游过3次，那第一次是带小朋友来，那第二次是带客户来。应该有，因为先前有去学那个开放水域的课程，所以这样比较有安心感。官府表示，今年参加有1869队，人数22,606人，创新高。虽然外界希望增加泳渡次数的建议，不过馆长柯秀华表示，虽然对员工有帮助，不过要考虑经济方面，才过来研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